我觉得也不要训练了，直接从那个客人要来算卦开始，好不好？好，我看你这样也不错，可以直接开始接客了。来，进笼子里，进笼子里啊，关起来，关起来。嗨，算命先生，哎，客人你好。先生，算命先生，我最近找到了一个新工作，我想请你们家的鸟来帮我算卦一下。你看啾啾，哦，这个屌尾看起来超可爱，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没有啾啾。大家好！朋友时看乖客临門，我係宋敏寬。相信现在蛮多年轻人都对算命还蛮有兴趣的。算命的客家话我来教一下大家，叫做算命。算命。第一次有人讲的这么整齐耶！来，给自己一次掌声鼓励好。所以今天的两位来宾呢，就是对算命非常有研究、非常有兴趣的两位女性喜剧演员。废话不多说，我们掌声欢迎寒酸少女的韩冷娜还有酸酸。回来！谢谢。欢迎。哎，大家好，我是酸酸。大家好，我是韩冷娜。既然你们两个都来了我们客家电视嘛，那想不想学一下怎么用客家话来念一下你们的名字呢？好啊，一定要。酸酸的客家话叫做酸酸。哎，韩冷娜的客家话就厉害了，叫做海狼拿。喊狼拿，怎么有一种韩国人的感觉？韩国人在骂人的感觉。喊狼拿。哎，要不要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好啊，大家好，我係酸酸。大家好，我係韓冷娜，思密達。感觉我们明年要报的应该是韩国的金钟了啦。好啦，你们两个对算命听说是非常有兴趣，而且好像什么东西都能拿来算，是不是？对，我有算到我今天会来上这个节目哦。哎，不是，你是怎么算到的？我稍微算了一下我的存款，发觉我很需要来上节目。只是没钱吧你？哎，他说的是算命，你说的是计算吧？哎，现在什么东西都要计算的，你吃东西的卡路里要算，花多少钱要算，命当然也是要算的啊。对，这样说也没错啦。那酸酸呢？你是算什么东西啊？你现在是要吵架是不是啊？啊？哎，我没有算到这个，你们一开始就要这样呛是不是？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你都去算命你都算哪一些门类、哪一些种类啦？哦，我什么都会拿来算，就连今天午餐吃什么我都拿来算了。这也要算？所以啊，跟他吃饭很麻烦的。他吃个午餐，我们就要算米卦。算算看今天要吃蓬莱米、赛来米还是糙米？哈，米卦是这个意思吗？对呀，我要知道我要吃什么米，才知道我午餐是要配客家炒牛还是狗席炒太穷啊！太离谱了吧！而且我们还有牛排卦、面卦、汉堡卦，反正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就拿起来挂一下，这样。什么东西呀？哎，我跟你们两个讲哈，这个平常当做休闲算命算一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算命最好不要算太多。我们有一句客家俗谚说的非常的好。叫做命白好算命，人这好招讲。来，大家念一遍哈。命白好算命，人这好招讲。讲完以后，感觉大家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跟你解释一下，意思就是说只有命不好才需要常常去算命，只有长得丑才需要常常拿镜子。这句话是在针对我吗？只是我不知道是第一句针对我还是第二句针对我。其实两句都是针对你啊。很懂我。丑恶了。你看，我给你一个建议啊，等一下我们录完影之后呢，你尽量往南边走。什么意思？不然我怕你会太靠北，等一下回不了家。哎，呛主持人是不是？我们要打起来，直接变分手擂台的。我们这里是乖哈，你们不是分手擂台。OK， 好。好，回来聊一下算命哈。我们知道这个算命先生的这个功力有厉害的，也有普通的。遇到这种算命算不准的，你们会怎么样反应啊？我一般都是秉持着相信的态度啦，不一定是他算错，可能是我活得不太对啊。我是一律觉得他都算错了，我永远是正确的。态度也差太多了吧？你们两个是怎么当朋友的？我们不是朋友啊。我都不知道你们是太讨厌彼此还是太喜欢彼此，太有默契了吧？
我自己觉得哈，不管是算得准还是算不准，我们都不要那么极端。我自己保持的信念是，有时候我们努力过了，那一切就顺其自然了。客家话也有相关的俗谚哈，我们来看一下，叫做“算命行上半路猛，木凶行上莫名虫”。这个感觉大家完全跟不上啊！对对对，这什么意思呢？看字面就知道了嘛。就你再会算命，都算不到自己什么时候会挂掉嘛。但延伸出来的意思是说，我们人算不如天算，所以只要有努力过了之后呢，就顺其自然就好了啦。是。那既然你们2位都对算命这么的有兴趣，可不可以介绍一些你们比较认识的、比较特别的算命的方法？嘿嘿，你有听说过动物占卜吗？就是像是一些鸟卦、乌龟卦之类的。就是之前世足赛我们是有用章鱼哥来算卦的，台湾人很喜欢拿动物来算命。等一下，拿动物算命，它到底是怎么样操作的？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来示范一下。演一下，就请韩冷娜呢演来算命的客人，那明翰呢帮我们演来算命的白文鸟。我演鸟，矮周屌哦，很适合吧？我一个主持人为什么演鸟啊？想想看，这个节目说不定可以上金钟，这个演技很重要。哦，是哈。对呀。金钟奖的这个评判标准太奇怪了吧？我们上翅膀啊，大家看看这个翅膀有多合我们的明翰啊！来，这是从那个什么基督教电视借来的吧？这一看就知道是天使啊！这个预算有限嘛，来，你看演鸟看看。演鸟试试看是不是？哦，来哈。怎么样？蛮鸟的。这在夸我还是在骂我啊？这看起来不错啊，不然这样好了，接下来呢训练你怎么抽牌。哦，不要啊！这抽牌太前面了，这个训练到后面观众都已经不想看了嘛。啊，我少了点什么？你的这个翅膀要剪一下，上剪刀。等一下，翅膀，剪翅膀，对，我们这个节目不是要虐待动物，是说把这翅膀稍微剪一下，不会乱飞啊，哈。我觉得也不要训练了，直接从那个客人要来算卦开始，好不好？好，我看你这样也不错，可以直接开始接客了。来，进笼子里啊，关起来。嗨，算命先生。哎，客人你好。先生，算命先生，我最近找到了一个新工作，我想请你们家的鸟来帮我算卦一下，你可不可以请他出来？他今天状况好不好啊？我们家今天这个鸟啊，屌尾啊，它的状况还不错呢。啊，我看一下，你看啾啾，哦，这个屌尾看起来超可爱，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有一可爱哟，直接就抽一支签出来给我哎。没错，这就是专属于你这位客人的签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工作运怎么样呢？我的工作运怎么样啊？他是在说呢，你这个工作啊，很鸟，换一个啊？怎么会这样？我觉得不是我的工作鸟。是这只鸟有问题吧？这个屌你看起来不太灵光，你还是做个烤鸟蛋好了。什么意思啊？就不是，我觉得你不太行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来演鸟已经够可怜了，你还要嫌我是不是？我跟你讲这个不准啊！我不演了啦。介绍下一种了。不要生气，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换一个乌龟卦，觉得怎么样呢？哦，乌龟卦是不是？那好棒哦！那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乌龟呢？上龟壳。等一下，看起来就是金钟越来越近了，好吗？金钟越来越近。对，其实呢演乌龟不难啦，你只要慢慢爬就可以了啊。对，爬我会了。啊，对啊，这个客人你想要算什么？我想要算感情运势。好，为您示范一下怎么样用乌龟卦来算感情运势。首先呢，这个乌龟在爬，对不对？我们要它用转的，因为这个缘分就是要转才会来。所以呢，等一下我说1、2、3转，你就原地转几圈，我们来看看抽到什么签，好不好？来看看要转啊！来1、2、3转。感情让人晕头转向，千万不要晕船这个不夜到底会往哪一个方向？哎呀，钱真难赚，哎呀，爬着，这集就录完了。哎呀，有签诗出来哦！这个有签诗出来哦！吐的真是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客人怎么样？他是在说啊，你的感情路很顺畅。这个真的有准我一直觉得我的感情路好顺到整条路上都只有我一个人，好顺都不会塞车，一个人都没有。我常常顺着就想去后台哭一下。有没有人啊？感情路上，这位客人有人吗？
真是可怜呐！哎，我跟你说，你这样一弄哦，我已经不是一般的乌龟了，我是驾鹤西龟啊，快要死掉了啦！对，这个新的乌龟品种真是完全没听过啊！不，你介绍的方法怎么都那么虐待动物啊？哎，不是每个占卜方法都虐待动物，像是你有没有听说过斯里兰卡有一个壁虎占卜？等一下，你说壁虎是不是？对，壁虎要教大家一下客家话，叫做“啪撒”，来，大家念一遍哈，“啪撒”。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呢？因为基本上我有一个特异功能，是基本上全台湾只有我会的一个招数，就是模仿壁虎叫。来，镜头拍我，来，镜头拍我哈，一只壁虎，两只壁虎，壁虎对唱，好烂，太精彩了，就演壁虎，就演啪撒，太棒了！这次刚好没有要你演壁虎。我最擅长的，你不让我演了。对，我只是跟大家解说一下嘛。你知道在斯里兰卡，人们呢会用天花板上的壁虎掉到哪里，代表它的运势怎么样？这么奇怪啊？对，假设这个壁虎掉下来，掉到这个胸部前面的话，代表会有金钱运；掉到脸上呢，代表会变漂亮；那掉到左肩膀呢，代表有异性缘，会认识异性。那如果今天掉到手上的杯子里的话，你知道会变怎样吗？变怎样？会变一杯药酒啊！太快就变药酒了吧？对啊。而且你介绍的这些算命的形式也太诡异了吧？其实这些动物占卜呢，都是一些以前的方式啊。现在在这个新时代，我选择的是相信教主。教主，教主来也。教主是哪一位啊？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教主韩冷娜，思密达。你只是去换衣服，你人根本没有换吧？哎，不可怀疑我们的教主韩郎拿。我很少上电视，你不认识我也是正常的。哦，是，那请问你是哪一个教派的？啊，本尊是冷娜，你在叫什么叫？太烂了吧！哎，不要这样子哦，我们教主可是帮很多有名的人解决过问题呀。没有错。哎呦，帮哪一些名人解决问题啊？你有听说过一个江湖传说吗？就是 Hebe 被田馥甄夺舍了这个事情。你想想看，本来一个人叫 Hebe 好好的，怎么忽然就变成田馥甄了呢？对呀，明明看起来像一模一样的人，但他的灵魂却完全不一样了。这是教主处理的。没有错。这种事情我也听说过，哎，那个。哈林跟庾澄庆也是同样的状况吧？对，那就只是绰号而已吧？哎，不是这样子的，你有没有听说过？本来呢是唐立淇老师，怎么变成唐启阳老师了？张惠妹变成阿密特，费玉清变成小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教主瞧进去的啦！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改名就是取了一个新绰号而已嘛！哎呀，你这个麻瓜，跟你说这么多，你也是不懂的。自从遇到教主之后，我的人生就发生了360度的转变。360度只是回到原地，没有变哦。没有关系。如果你今天还有任何的质疑，你随便提出一些你的疑难杂症，本教主都可以为您解答。好啦，我最近确实晕丝后运势不好啦。那我最近就是想要改变一下我的运气，想要转一转运。那我来教大家一下运势的客家话是晕丝，运气是晕希。晕希，帮我转运。所以你就是觉得你的晕希不好，想要转运。没错。你住在哪里？台北市。台北市，记得常去金站、台北转运站，这样就可以转运。转运这个意思的吗？啊，转到哪里都可以。像我就是去了台北转运站、板桥转运站，还有圆山转运站，一次去3个，我的运势变得好好。你们对晕丝是不是有误解啊？哎，不要这样乱七八糟的，好好帮我解决问题嘛。不然你还有什么问题，你一次讲完嘛。我比较缺钱，可不可以告诉我赚钱比较快的方法？俗气，缺钱这种事啊，你知道金钱是流动的吧？对。所以先把你的钱给我，就会有其他的钱进到你的口袋。凭什么？为什么？你如果把钱给我，对我来说，您就是一个好人呐。你有听过好人才有好报吗？所以快把钱给我。对。等一下，我是好人，你不是好人吧？你不相信我啊？我相信好人有好报，但我真的不相信你。我们客家话有一句俗谚也说得非常好哈，
叫做有本有存，八字浅存，说的就是好人有好报的意思啦。啊，所以呀，你要当个好人，可是在这个世道要当好人是很困难的。没错，你必须要有智慧，所以让我在这边教你一个智慧结印。我就像火影忍者那样结印这样。没错，这个就是智慧结印。这是智障的结印吧？这是哎，无理！你知道这个结印是什么意思吗？看不出来什么意思。这个结印的意思就是只要有钱，我都 OK。哎，只要有钱，我都 OK。等一下，等一下，来，大家一起做，大家一起。只要有钱，我都 OK。你来干什么？只要有钱，我都 OK。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不是结印，你这只是一个一般的手语而已吧？哎，大家都觉得这样很有智慧啊。最好有智慧，你看起来就是一个骗钱的捞哎，你神棍呐你！怎么可以说我是捞哎？嗯，怎么会觉得我是神棍？看起来就神棍的样子啊！哎，其实我真的是个神棍，哎，而且我自带神棍，还有一根又长又圆的神棍。我每天都自带神棍在身上。这个太莫名其妙了吧？现在就让本教主斩断大家的业障啊！斩断锁链，断开负能量，展开锁链，断你开看看大家负能量，消除业你看他障。们不知道你在干嘛，你知道他们都愣住了。哎，明明他们很开心，你这么负能量，你一定是业障太深了，业障太深了，业障太好了好了好了，你很灵好不好？好好，教主英明，教主英明。早知道这样，不就不会被打了吗？哦，你也是被打过来的，是不是？对啊。你看，这样全场都是我的教徒了，这样不是很好吗？法器就可以退驾了。第一次看到这种强迫别人入教的。好啦，我觉得今天教主既然来到现场，不能只有我跟酸酸向他问问题嘛。我也知道现代人压力很大，一定都很想要来酸喵。那既然大家来到现场，我们就开放2个名额，让大家来问问看这个喊狼拿教主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好了，来，请问需要建议的举个手，我稍微看一下。我其实觉得大家除了问问题以外，还有一种我刚刚到底看了什么的感觉。你也知道是不是？本来以为是女神，结果来一个女神经这边有一病位可爱的女生有问题想问，来，我们请这个助理主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说啊，来，请说。就是教主，我想问，就是我最近暗恋一个人，然后我该如何跟暗恋的人拉近？哎呦，拉近距离啦。女生都很想要增加自身的魅力，是。那我觉得你真的要笨一点。因为太聪明的女生，男生是很有压力的。哦，是哦。所以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要傻傻的、呆呆的、跑呆的哟。等一下，你这样讲出去会被延上，我跟你讲。像这个样子啊，你看。哎呀，今天这个摄影棚怎么走？我是个路痴，我都找不到路。哦，我带你去。这样就恋爱了。这么简单啊？对，就是这样。哦，像我呢，电脑坏掉了，电脑坏，我不会修，你帮我修好不好？啊，好，我来帮你修哈。哇，修好了耶，这样就恋爱了。哎，这么简单啊？还有我是一个运动白痴，我常常走路走一走，然后就忘记怎么走路了。哦，那我来帮你走好不好？啊，这样就恋爱了。恋爱个屁呀！这样不行，是不是？你需要的是看护，不是男朋友，好不好？你不要乱讲哦，你刚才明明就有心动，对不对？好啦，如果你觉得装笨会被延上，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可爱的动物来学习，比如说小猫。猫很可爱。猫很重要，猫跟人类的关系若即若离，没错。所以你就是要有的时候离它很近，有的时候离它远一点，有的时候离它很近，有的时候离它跳恰恰是不是啊？而且猫会一下给男人苦头，一下给男人甜头，不可以对他们太好。所以平常对男生的方式呢，就是甩他巴掌，然后露大腿给他看，然后甩他巴掌，然后露大腿给他看。甩你巴掌！大腿啊，我看大腿。酸酸大腿。好，来问下一位观众啊。刚这边有一位，来，助理主持，来，请让他问一下啊。就是我很想要提升魅力，然后想要请问教主有什么必胜方法之类的？需要自信的男孩子啊，是一个男孩子，男生。我就很建议你要常常表露内心的脆弱，最好可以哭出来。对，等一下，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吗？不，男生呢铁汉柔情是很吸引人的比如说这样普通的句子，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看那边人这样，老套，不 OK， 要带一点感情。怎么样？哭腔。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太硬要了吧？你看，大家就有反应，这样就很感人了。他们觉得你很好笑，你知道吗？哦，对，就是要这样。我就是大笨蛋，才会喜欢你这么久。这个电影比较久了。你是不是觉得你哭不出来啊？对，你有情绪障碍。对，那不如像这样，我想要韩冷娜的电话，结果却收到了酸酸的。这个很值得哭哎，苍天无言。0903，不要再讲了，太可怕，我知道了怎么。你看这样是不是你就可以自然的表露情绪？是，大家就会喜欢你。最后，我再教你几个必胜绝招。来，一个感情丰富的男人是还必须要跟女生有眼神的交流，所谓的 eye contact。对，这也有韩国腔是怎么回事 eye contact 就是说你要看着你喜欢的女生，然后对她好美。哦，是不是很难抓到精髓？对，有这个精髓就是你要掌握一种隐形眼镜干在眼球里面的感觉。我懂了。来，我试试看好，来给我 Q 哈。隐形眼镜干在眼球里面的感觉，有，来1、2、3，张眼。你看，大家多开心，多受欢迎啊！你确定？啊，对，有了这个眼神的交流以后，还有另外一个绝招，就是你要常常露出你的腋下。为什么？因为男生的费洛蒙是从腋下出来的，腋下代表你的男性魅力，所以平常你都可以说小姐。就露出你的腋下，嘿，你好，壁咚他，露出你的腋下。这个时候，你两边一起就更厉害，露出两边一起，适合在舞厅里面散发你的费洛蒙。所以，如果今天要跟一个小姐跳舞，你们就要像这样。有没有感觉这个费洛蒙喷散，全场都是男性荷尔蒙，然后跳着，大家就会觉得你疯了，就很容易接受你。这个时候再加上最后一个必胜的大绝招，就是跪下。他说：“亲爱的小姐，你愿意跟我出去约会吗？”你看，他是说你可以，不是说我可以。我不管，我就是觉得有用了。今天这些招数大家学起来，包着你增加男性魅力，一定把得到妹，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位先生最好不要学哈，你可能把不到妹，而且会被告。我跟你讲。好了，最后教大家一个真的非常有用的方法了。我们有一句客家话也是说的非常的好，叫做“三佛恩引财，七佛恩大班”。意思就是说，刚刚3招都没用，穿得帅就好了。你也知道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内在当然很重要，但首先我们做的，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外在嘛，穿得帅一点，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好啦，非常感谢今天这个韩冷娜还有酸酸来到节目，跟我们聊一聊酸喵非常有关的一些话题啊，还有故事，还有笑话。最后要告诉大家，记得哈，有博恩有存，八字浅存，好人就会有好报啦。怪好你们到这边告一段落，为大家介绍所有的演员，首先是韩冷娜，谢谢大家，酸酸，谢谢大家，还有不知道在干嘛的吴映洁，法器还我，法器还我。还有我主持人宋敏欢，谢谢大家，怪好你们，下一拜见，拜拜，拜拜。